请起立唱全首。请大家有那徛伫，做伙来经读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主，伊对圣灵交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地内底受苦，顶十字架。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病，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灵，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讨，做下辈，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现在咱来读启应文第34篇，启应文第34篇，咱做伙来启应。到阿罗上主，我一生阿罗上主。毋通倚靠君主、君王，因一个就断开归途。靠雅各的上帝帮咱人真有福气。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万物。伊为受冤屈的人伸冤。上主讨放受冤家的人。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上主保护出外人，伊扶持孤儿寡妇。上主会永远做王。
有修。咱做伙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这个礼拜来有你的看顾甲保守，阮阁较感谢你，互我有这个机会带领今仔日的主日礼拜聚会。阮夫妇团契甲众兄弟会当伫遮来做伙到圣殿敬拜阿罗你。阮今仔日有圣礼典甲父亲节，阁张传道的就任，福音队的车牌。阮将遮个礼拜拢交托你的手，求主你亲手看顾、保守，一切拢会顺利。以上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咱来听上帝的话，记载咧《路加福音》10章17节到24节，和合本96页、第96页和二本80页。现在来经读圣经，遐个70人倒转来咧欢喜。讲主啊，用你的名几项互阮。耶稣甲因讲：我有看到撒旦亲像细呐对天跋落来，我已经互恁有权通打蛇甲吉拉虫，搁赢过对敌，拢总会溃力，决断无一项会害着恁，总是免得因为这个神幸福恁来欢喜，就因为恁的名离天里来欢喜。当迄时，耶稣伫圣神快乐讲：爸啊，天地的主，我学到你，因为你将这个事对智慧聪明的允捌伊。对细囝的有显明伊，爸啊，是啦，因为你看安尼做欢喜，万项对我的爸拢交互我。爸以外无一个捌囝是治罪，囝甲囝所爱要指示的以外，无一个捌爸是治罪。就活当心暗前对学生讲。看见恁所看见的，遐个目睭有福气，因为我甲恁讲，前有济济先知甲君王看见恁所看见的，也无看见；爱听恁所听见的，也无听见。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的人。学到，请夫妇团契学到。学到的诗歌是天父恩典真正大。
正道，咱请牧师来正道。正道的题目是耶稣欢喜的祈祷。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为分享大圣倒一届做伙来感谢。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捌差派你的圣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来时有讲真济天国的福音甲道理，嘛惊济济新业甲技术，互阮众人通看去。主上帝，我嘛看起主耶稣常常为着伊的学生来祈祷，就是现在伊嘛坐伫天顶，你的宝座的大屏，直接为着所有受竞选、受呼召的基督徒，直接来代祷。愿天父上帝，信神按你所恳求的信神，直接降临伫阮的身躯顶，运行伫阮的中间，拍开阮的心门来领受主上帝你所授予予阮的话语。今仔日，阮也要通过耶稣的一段祈祷，倒一解来明白主上帝你按阮的旨意是啥物。主愿安尼按你恳求、仰望，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日咱所领受的这段经文，其中有一段耶稣的祈祷文。这段祈祷文是耶稣70个学生倒转来了后，真欢喜，按耶稣伊分享了后的一段按上帝的祈祷。伫这段祈祷文进前，咱看去讲耶稣伊对这个咱 PPT 帮我试一下。经文有描写讲耶稣伊的心情是欢喜的。咱若是会当的话，咱掀开周报的第9页，也是掀开咱的圣经做伙来看。吼，耶稣伊的心情是欢喜的，是安那伊的祈祷的心情会遮尔欢喜？经文安那描写？伊啥会遮尔欢喜？信心感动，信心感动伊，充满伊，互耶稣的心内充满欢喜。有遮尔济想要按上帝阿乐感谢的遮个言辞。不过咱若是看和合本，还是讲新译本，咱真二滴来看出讲，到底耶稣伊到底有偌欢喜？咱手头的即个圣经版本和合本写啥物货？欢喜嘛，对无？新译本写啥物货？嘛是欢乐嘛，吼白话字翻译啥呐？满心欢喜，总是希腊文直接的欢喜是啥物货？极度的欢喜啦，也是讲兴高采烈啦。所以对这两种的欢喜，会当知影讲，耶稣按天父上帝祈祷的时阵，心情是安那？若是讲欢喜的程度有1到10，你感觉是到偌济？1到10，10那学无够吼，无1到100好无？是1到10，100嘛对无？耶稣欢喜的程度是安尼，总是伫这段祈祷文的进程，其实嘛有描写耶稣70个学生因的心情是安那。咱来看17节到20节，17节到20节出现几解欢喜的字眼？几解？3解嘛。这70个人是安那会遮尔欢喜？因为伊挖靠上的名来赶鬼，挖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赶鬼，所以因非常的欢喜，转来要按因的老师耶稣来甲分享因的侍奉甲因的心情。总是咱看去讲，耶稣那学真无配合呢，倒那学小可大安那泼冷水，学生明明挖靠主耶稣的名，伊被赶鬼，即转来要甲伊的老师分享结果安那？这耶稣那学要教因安那泼冷水，其实伫遮要讲的是，耶稣当然知影伊的学生的这个心情是安那，总是就是因为知影因的意念、因的心情，所以耶稣才认为讲，恁毋通因为恁手头所做的、恁手头所完成的这个代志来欢喜，你得因为恁受呼召的身份来感觉欢喜。来，咱看起咱的经文，敢有写一句讲，
就因为恁的名记在伫天顶来欢喜。敢有看到即句？吼、和合本是安那？要因着你的名记在天上而感到什么？欢喜。因为伊要赶鬼，这个福师看会去，望会到，总是属天的代志，得用属灵的眼光甲理解来领受。耶稣直接要表达的是啥物？耶稣要表达的是讲，既然恁拢知影讲，恁是我靠我的名，我靠我所互恁的权柄来赶鬼，你嘛知影讲，我互恁的权柄大过这个灵界，这个黑暗的势力。那安尼，恁这学生到底恁是要注目是恁的手所完成的代志，还是来思考讲，我凭啥物有安尼的身份？我凭啥物有安尼的权柄来赶鬼？其实耶稣一只的意思就是安尼，你应该爱注目的代志是倒位？是我家己完成的代志，还是我凭啥物会当完成安尼的代志？耶稣一只向因讲，拢是命令句，拢是命令句。耶稣所用的这个命令句，唔通也是对，意思就是讲，恁唔通因为恁家己成就的代志来欢喜，反倒都要因为恁受呼召这个身份，时常欢喜。这是耶稣对咱的命令。和合本讲不要怎么样，不要因为你们赶出这些恶鬼怎么样，就欢喜啊？要怎么样？要因为你们的名记在哪里？记伫天顶来欢喜。讲较简单嘞，莫因为咱伫地面上完成啥物代志，感觉欢喜啦。爱因为咱会当做这个代志，就爱感觉真欢喜啊。那安尼则说，咱可能会感觉讲耶稣这个人真奇怪，因为伊只叫伊的学生安那，莫伤欢喜嘛，对无？啊，你莫伤欢喜。结果耶稣伊祈祷的心情是安那，真欢喜啊！所以耶稣这个人怪怪对无？连伊叫人莫伤欢喜，啊，家己都一只真欢喜，一只祈祷。则说咱来看讲，到底耶稣伊祈祷伊欢喜的点是伫倒位？大先耶稣安那呼求上帝？爸啊，天爸啊！这表示讲伊耶稣甲上帝关系是安那？爸甲囝，父与子嘛，对无？哦，爸甲囝，啊，倒来，伊倒安那呼叫上帝？伊互上帝啥物名号？天地的主宰，意思讲，这世界拢是上创造的天地主宰。其实，一祈祷的一开始，用安尼的呼求，就代表讲含糊伫上帝主权的一个个别啦。我毋知咱祈祷的时阵，咱拢安那呼叫上帝？咱拢安那呼叫上帝？亲爱的天父上帝，这就是一种个别，这就是一种个别。耶稣伊感谢天父上帝，将这个代志对有智慧、有学问的人，就暗藏起来。注意听哦，对有智慧、有学问的人暗藏起来，总是对什么人来显示？对婴儿、对囡仔人来显示。安尼耶稣讲的这个事、这个代志，到底是咧讲啥物？其实这个事、这个代志是咧讲人主，就是耶稣伊的属灵权柄以及伊的身份。意思讲耶稣的权柄甲耶稣的身份，对有学问的人、聪明的人是抓牵起来，总是对囡仔人、对囡仔是安那是显明的，总是安那耶稣伊的身份、伊的权柄，对有学问、聪明、有智慧的人是抓牵，对囡仔人是显明的。但是咱来看耶稣所讲的这个聪明有智慧的人是啥物款人？咱照 PPT 咱做伙来读好无？是啥物款的人？啊，第二嘞，第三，第四，啊，恁遮会敢有手？总都把甲我印，无啦。耶稣的意思毋是咧讲恁，咱守者是应当的，总是耶稣伫迄个当下，伫迄个时阵讲的是法利赛人，才系经学师，才系宗教领袖，一当时会当来读圣经，有学问，
即个地位真悬的遮个人。耶稣讲，遮个人看袂到伊的权柄，遮个人看袂出伊的身份。那安尼，反倒转送是囡仔人，送是细汉囡仔。来，什么款的人是细汉囡仔婴儿？无力的人，无能为力的人啦，吼，需要帮助的人，咱来想看卖啊。遐会看起耶稣行神业，见证耶稣权柄的遮个人，因看起讲耶稣有医治人的权柄，有赶鬼的权柄，有行神业的权柄。总是咱爱注意，当耶稣用遮个权柄行遮个神业的时阵，一定爱有人去来恳求，对无？耶稣袂无代无志，爬去关山顶，怎啊来跳来，怎啊飞落来，对无？耶稣嘛袂无代志，逐石头啊变做啥物货？变做胖来食嘛。耶稣袂无代无志使用遮个权柄甲神业嘛。咱看福音书，耶稣用遮个权柄甲神业，是因为讲是有人甲求，有人有需要，有人软弱，有人欠配，所以耶稣较用即个神业，对无？总是对比遮个有财问、有学问，也是讲有遮个身份、有读册遮个经学士、法利赛人来讲，对因来讲，因无需要耶稣，因无需要耶稣，因为因感觉因一定得救啊。面对耶稣，面对遮个拒绝、遮个否定伊的人，耶稣伊讲啥物话？伊讲爸啊、死啊，这拢是你的好旨意。原文伫遮翻译就是讲，遮个代志的发生整个过程，拢是天父上帝你的有定的下面。意思是讲，有人有毋信，有人相信，这拢伫上帝的即个有定内底。而且上趣味的一件代志，是当时的犹太社会，众人拢感觉讲，啥是得救的，就是遮个守律法、捌圣经的人。这是得救的，总是送是无救的，送是受咒诅的，就是遐个社会边缘人啊，遐个破病啦、变衰的啦、青霉的啊、倒伫路边的啦，遐个需要帮助的弱势，这拢是无救的。对当时的社会是安尼，总是耶稣就讲，这拢是天父上帝你的旨意，因为一世间的身份，一世间的遮个地位。一属灵、一上帝眼中，拢是反转过来，拢是反转过来。什么意思？一上帝眼中，遐个需要耶稣、遐个仰望耶稣、遐个爱耶稣斗帮忙的人，才是真正得救的人。遐个无需要耶稣、看袂起耶稣、看轻耶稣的人，是无法度得救，是受咒诅的人。耶稣演说这个有定论，伊讲。我的爸已经将一切拢交托我，将一切拢交托我。那呢，耶稣直接讲的一切是咧讲啥物话？耶稣讲的这一切讲的是属灵的权柄。耶稣讲的是伊所拄着、所发生的这个事件，以及这个有需要的这个群众，以及伊所呼召的人。意思是讲，上帝伊差派伊的圣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耶稣是人类历史所发生的代志，只有遐个有定要得救的人才看有，才看有。意思是讲，遐个看轻耶稣、无需要耶稣的人，无法度对耶稣所行的神业奇事来认出耶稣伊是上帝的囝，嘛无法度因为安尼来看起上帝一旧约时代所应许的拯救已经来到伫即个世间。咱看去讲，耶稣伊伫祈祷了后，伊伫阿乐上帝了后，伊私下伊偷偷按伊的学生所讲的话，伊的学生讲啥物话？来，咱来读咱的圣经和合本，咱做伙来读，请。看见什么？你们那看见了眼睛就有福了。随便讲。恁用恁的目睭去看起一寡事件，总是上时恁需要用属灵的眼光去理解、去思考。
会到做到这点的人，就会看起因应该爱看到的真理，就是看起这位目睭，这位互人看起的耶稣，伊是上帝的囝。会当有安尼看起的人，是特别受到上帝恩宠的人，是受祝福的人。我意思是讲，一个人不管有啥物款的属灵恩赐、属灵的官柄，也是做啥物代志，其实人完全无功劳。请问，咱今仔日会当来教会信这个信仰，是靠咱家己的聪明智慧吗？拢毋是嘛，兼毋是靠信心，兼毋是靠别人传福音互人，兼毋是靠平常时咱一教会的生活，一届倒一届来读圣经，一届倒一届来听道理，兼毋是。若讲会当靠聪明智慧，安尼路边即行的人，袂当靠家己的思考，今日来教会内底，减着。来当靠聪明智慧，因拢会当行入来嘛。总是因啥无行入来？因就是拢还袂听到福音，还袂受到信息的感动，伊甲引带，所以还袂行入来，还袂行入来。所以今仔日会当得到上帝恩宠的人，这拢是极大的福分，这拢是上帝予咱的遮个恩赐。到最后，其实耶稣用伊的门徒偷偷啊在讲的。其实是咧暗示遮个门徒一件代志。一早前旧约所应允的迄个先知，迄个弥赛亚，早前遮个君王伫听候，遮个先知伫听候，讲上帝啊，你有应允讲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到世间，总是阮一直等，一直等，拢等无。耶稣的意思是按遮个门徒讲，过去所等无的，即马一定徛伫你的面头前。一定徛伫你的面头前。一旧约时代，北国甲南国最后拄着真济的帝国的侵略，侪人只啊呼叫，只啊听候弥赛亚降临，总是拢无机会等到。总是来到耶稣的时代，弥赛亚来啊，耶稣来到世间啊，总是这位君王，这位救主，伊要安来拯救以色列。伊要来拯救全人类，伊来到世间，伊传上帝的国，总是伊传的这个国度，伊要施行的拯救是属灵的拯救，伊是属灵的拯救。耶稣直接讲，这个门徒是受恩宠的，一点仔都无毋对。伊若是会当自甲耶稣做伙服侍的中间，来认出主耶稣基督，伊的身份是上帝囝的话。因是有福气的人，因若是伫服侍的中间看起讲，原来因一定徛伫上帝国迄边，因若是会当看即件代志，因嘛是有福气的。耶稣直接要甲因强调，要甲因讲的一件代志，毋是讲恁得到权柄，恁去完成啥物代志，恁来感觉欢喜，恁反倒就爱来思考，来反省讲，到底我凭啥物有安尼的身份？到底我凭啥物有安尼权柄，来甲上帝国，来甲上帝囝弥赛亚做伙来做工课？当有安尼看起，有安尼认知的人，他是真正有福气的人。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通过你的圣囝耶稣基督的牺牲。在一信心的感动下面，阮侪人受到竞选以及呼召，进来一教会来成做基督的肢体。我嘛担任真济积分，伫遐做伙来做上帝国的事工。总是主上帝，因为即个世界价值观，阮受到真大的冲突，阮受到真大的引诱，阮常常意爱看家己手头所完成的这个事工。主上帝，有当时阮嘛意爱即个成就感，阮意爱人的娱乐，阮意爱人的呼啊声。主啊，求你怜悯阮，求你的信心倒一摆甲阮提醒，互阮知影讲，阮有这个权柄，有这个福分来服侍，这一定是一个极大的恩典。阮实在无应该在想其他的代志。恳求主上帝，你的神通过今仔日的经文，特别是耶稣的祈祷，
倒一摆甲阮提醒，今仔日会当即来一教会，会当成做基督徒，会当侍奉，会当认捌主耶稣，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福分。愿主你的神常常安尼来甲阮提醒，愿安尼向你祈祷，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做伙来唱圣诗，圣诗第611首，圣诗第611首，对主的人有幸福。请起立。请坐。现在咱来举行圣礼典。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时，咱要来举行洗礼式。自举行进程，牧师一只要先讲。咱是教会久过的人，咱所使用的宗教的语言，有当时对伫无道友，也是第一届来到咱教会中间的人来讲，实在是真清恶。若是讲咱在使用因无习惯的语言的话，有当时因实在是无法度来领受，所以伫这中间，牧师一只会誓约，是一只会宣告，牧师会用华语来举行，会用华语来举行，毋茫大家来了解安尼的代志。即时
咱请潘依文以及蔡俊煌弟兄来到咱的台前。一只牧师嘛，小可来介绍俊煌甲依文因两人是夫妇做伙有完成这个洗礼班的这个课程。今仔日伊的细汉囝振宇嘛要伫这中间来受这个幼儿的洗礼。振宇，等一下你才会出场，现在还没有。牧师一只要先甲因洗浴甲宣告了后，才会用水带因来行洗礼。首先是成人礼的部分，我们注意来听圣经所记载的话。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注意听主耶稣基督设立洗礼的教训。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还未升天以前，曾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五旬节，彼得传福音时，对众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就像当时彼得叫人悔改，信耶稣基督，奉他的名受洗一样。今日我也要对依文说，依文，你必须要来深信，你若真实悔改，告白你的信仰，奉他的名来受洗，这个圣礼点就要成为依文你的罪得赦免的记号及印证，要表明从圣灵得重生，而与基督连结在一起。这时牧师要跟你要来做誓约的这个问答。潘依文，你是否相信上帝是你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圣灵是你的保惠师？你是否相信？你是否诚心悔改认罪，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你是否要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的来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愿意如此行吗？好，这时轮到俊煌。诉所听的蔡俊煌，你细汉的时已经有受洗礼，既然伫主耶稣基督来做伊教会会友，属伫伊，上帝恩典已经互你长大成人，当你已经伫上帝甲圣灵的面头前，要承认你的爸母来替你的信仰告别，来归属伊，献你予上帝。当咱的主耶稣基督有讲，既然伫人的面头前认我的，我是天顶的爸，也要来认伊。所以，一只要来劝勉俊煌，你着告别你的信仰，伫上帝甲正人面头前，诚实来应答我所要问的。俊煌，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信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你有要信息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的赦免，也无？你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断要安尼做，也无？俊煌兄，你细汉的时一定受洗礼。但即时一定有来告别你的信仰。我倚靠
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到奉台湾基督教的教会以及桃园小会的官兵来接纳你，加做即个陪产的会员，有份伫主的道以及新约的即个恩典。即时咱请即个长老做伙来服侍。较头前，这时请伊文来，跪下。会长请起立。咱只是用慎重敬畏的心来迎接新的机体，要你来到咱的中间。潘一文，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请起立。愿是平安的上帝与你同在，使你全然得胜。又愿你的身体、你的灵魂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可以完全圣洁，无可指摘。阿门。来，君皇。俊煌，你是细汉的时，你的爸母已经有用水，有带你来到教会，点这个水礼，完成这个小礼的洗礼。这时是教会的接纳下面，阮有愿意用水来行洗礼。俊煌，这是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你爸、囝、信心的名。阿门。会长请坐。只是我来宣告，恁一定有一正人甲上帝面头前来告别你的信仰来受洗。倒一只我倒一届来宣告，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教的教会甲桃园教会小会官兵，接纳恁成做陪产会员，有份伫主的道，做来领受主上帝的恩典。这时咱请俊煌甲友文相互传。咱做伙用炮声来欢迎俊煌甲友文。这时咱嘛邀请咱的小学员来到头前来甲因握手，来甲因接纳。去了吗？去了啊！好，牧师谢谢袂记你爱上你这个听书吼，这摸起来就知影讲是圣经啦吼。好来牧师只要代表教会上圣经，互这个俊煌，甲这个语文，毋望未来恁甲建立这个基督化的家庭，就倚靠上帝话来建立，是有其正于大汉中大，嘛倚靠上帝恩典来有其伊。咱一届用破声来大欢迎。好，咱请俊煌甲语文就座。好，即粒咱要来进行即个小礼的即个洗礼，小礼的洗礼。咱即时请主恩、碧玉来抱以诺来到台前，德恩甲介明抱即个天爱来到头前。这个振宇，那个俊煌，你要一起出来吗？好，一起出来，好，一起出来。
一样哈，因为宗教语言还有一些我们语言习惯性的问题，牧师在这边一样用华语来跟他们誓约问答。好，德恩、介明、俊煌、伊文，还有我们主恩、碧玉，我们注意来听，我们来誓约，我们来应答。你们有信上帝做你们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做你们救主，圣灵做你们的保惠师，你们愿意相信吗？愿意。你们必须依靠上帝所赏赐的能力，将基督的真理与信徒的责任教导你们的幼儿，并且祷告，使用你们的好行为来养育他，让他的所作所为都能够遵行上帝的教导以及教会的教导。你们愿意如此行吗？愿意。愿祝福你们，愿主祝福你们以及你们的儿女，也愿上帝来帮助你们坚守这个约。这是我们请长老来帮助。要从哪一队先开始呢？来，不要瞪着我看了，一下子而已。陈以诺，我用水为你施洗，为你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阿们。下次你们要自动起立哦。来，会众请起立。好，来，郑云，蔡正云，这时我用水为你施洗，为你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阿们。一下子而已哈，不要皱眉头。陈天爱，这时我用水为你施洗，为你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阿们。这时我来宣告，遵照主耶稣的命令，这些幼儿已经蒙接纳进入教会，成为未陪参会员，有份于新约的恩典。今日这些幼儿的父母双亲和会众要尽力来作证，并且分担责任来养育他们信仰，直到接受坚信礼。阿们。会众请坐。好，这时请咱的爸母和咱囡仔向后转吼，直接来介绍。对外正手边这是主恩伊甲碧玉的这个囡仔吼，叫做陈以诺，呼我声较细声来甲欢迎。好，这个头挂咱的新的基体俊煌、伊文，甲因的细干囝，而且蔡振宇，振宇挥挥手。以及德恩加介明的囡仔陈天爱，咱就拍拍来甲欢迎。毋望未来这三对家庭因的囡仔的这个信仰教育，咱教会嘛做伙来负担。好，咱请我们家长回座，我们再次掌声来欢迎他们。好，接着咱有来完成这个洗礼式，这是咱要来进行圣餐。圣餐咱做伙献开圣诗355首，355首。咱用这首诗歌做伙来备办心，做伙来备办心领受这个饼甲杯。详时咱嘛请丢了起来服侍。好，咱来吟专首。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囡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囡仔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我就是活命的饼，就阮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阮我的人我决断袂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三个伫地。咱嘛向咱边的人讲，愿基督的恩典甲你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收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捧杯，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要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范。也大声一领受进前，做伙来感谢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但愿现在照你的命令来摆设这个宴社，为着是要来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信心来圣别阮，互阮伫你的面头前来分别做圣，上时互你的圣神也来。性别才会摆列伫你面头前的饼甲杯，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也对你恩典的帮赞，会通正做阮属灵的培养，也帮助阮会当成长伫你的恩典的中间，通互阮所行所做，常常荣耀主上帝你的圣名。愿安尼向你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来拍破。恁每一摆食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每一摆恁就安尼来行，安尼来领受，为着是要来纪念我。咱请张了。当咱摕到饼的时，咱都一摆来默想，咱活伫世间，是安那会当来听到福音，是安会当来信耶稣，是安那有这个福分，有这个机会来服侍上帝，是出自咱的熬吗？是出自咱的恩赐、咱的才能吗？还是自头到尾，拢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伫价顶的牺牲，肉体拍破，流出宝血，咱今仔日才有安尼的恩典。每一个主日，通好坐伫上帝面头前，做伙来敬拜伊。咱常常用咱手头所做来满足，总是咱倒一摆来回想，会当坐一只享受礼拜。会当服侍上帝，会当明白主耶稣，其实本身就是极大的恩典甲福分。当咱摕到饼的时，咱倒一摆安尼来默想。
各位兄弟姊妹，这个是基督身躯，为着你我的罪所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是用伊的宝血所设立的。咱每一届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是新约，是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每一届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请长老。相共款，当咱摕到即个杯的时，咱就一概来思考。信心降临节是一个强调爱将信仰实践出来的一个节期。主耶稣来到世间，不管是讲道、医病赶鬼、行圣业。其实拢毋是为着要等封神，伊乃是要表明主上帝对即个世间的疼。那安尼，伊就是伫价顶所流出来的宝血，嘛是来代表主上帝对咱的疼。通过即个宝血的裂坎，咱伫上帝面头前看做伊，看做好。那安尼，咱来回想。咱为着基督，为着上帝所付出、所侍奉、所做的工，减是为着疼。咱敢是为着上帝的疼做出发来做遮的？咱就一概摕到杯的时，安尼来默想。各位兄弟姊妹，咱的手所提的这个杯是新约，
是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事。咱要领受的是用敬虔、感恩的心做伙来领受，咱做伙来领受。咱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要表明基督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你相甲伫地。咱嘛按边的人讲，愿基督的平安，甲你伫地。咱做一摆做伙来祈祷。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天父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直接来领受主上帝你的圣餐，来食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佮互阮来明白你介意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体的一员，就是受祝福终身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福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等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了后，阮的所想所做，拢通荣耀你的名。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接着，咱要来举行就任式。这是咱请张正义传道来到台前。一只牧师要代表教会，甲正义传道一只来誓约，一只来应答。张正义。你有要领受传道书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命也无？正义，你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话，做你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也无？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就既若关系教会中达顶好的事，就我靠伊来说法。你有要安尼做也无？你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圣经、利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也无？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的话。说出你以后所信、所传、所行，无照教会法规，你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规矩也无。这时，咱请会长起立。这是牧师要一只甲咱的会长来应答、来誓约。你有相信煞个别？耶稣基督做救主，做教会的头也无。张正义受派做桃园教会的传教师，你有欢喜要接纳伊、敬重伊、疼痛伊、体贴伊，替伊祈祷，甲伊同工兴起上帝国，煞恭敬伊、通互伊搁较利益教会，恁要安尼做也无？关系教会的听事，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小会说法，毋通四界报扬，直到妨害教会的大局。恁要安尼做也无？
即时我奉台湾基督教会以伫耶稣基督的名的权柄，设立你张正义，成做本会的传教师、传道师。当你受设立做传道师，就警醒你本身的行为以及你的教示，常常关心伫逐项事，因照安尼行，就要救你本身以及听你教示的人。阿门。会长请坐。好，这时正义你转。这时牧师来一只介绍这个张正义啦，吼。这是咱新的传道师张正义传道师。好，我声你会当主动拍来。好，因为伊的一寡个人档案牧师还没有收集完毕啦，我们以后再慢慢认识他。总是牧师嘛，直接要来介绍伊的爸母嘛，来到咱的中间张洪山弟兄跟古树英姐妹，也是正义的爸爸跟妈妈，直接中间。以及传道娘毕国莲姐妹，好，这子母室内底啦，是子母室内底。好，伊遮目前有几个囡仔？两个一个几岁？一个5岁，一个2岁。好，等下，所以父亲节礼物爱记一个哦，唔通得摕起来互我。大家拢爱甲我听册，好，咱一届用花声来欢迎张正义传道。好，正义请坐。即条咱继续来进行即个册派礼，咱来进行即个册派式。咱请今年2018年福音队的即个成员来到台前。请咱兄弟姐妹嘛献到周报第10页，请咱献到周报第10页。即时咱来进行即个册派式，奉爸囝圣神的名，邀请囡仔回应呼召，承受册派的来到上帝甲教会面前来献身，咱做伙领受基督的召命，请咱兄弟姊妹做伙来读这段经文，请。装下，伫因的会堂教示人，传天国的福音，医好逐款的症头甲病痛。伊看到遐大群的人，就可怜因为因亲像羊无牧者，困苦无人照顾。耶稣就对伊的门徒讲：通修行的真济，做工的人真少，所以恁着请求管修行的主派工人去修行。耶稣调集伊12个门徒来，互因有权柄通管城神，以治逐款的症头甲病痛。好，即时牧师要甲咱今年要派出的遮个福音队的遮个成员要在一遮来誓约。牧师都快要跟你们讲国语了，台语听得懂吗？不管啦用台语。恁敢要照圣经的记载，就是上帝通过基督对咱讲的话回应呼召，成做福音的使者，袂也无？恁敢要将主耶稣疼的诫命实践伫所服侍的儿童身躯顶，袂也无？听得懂吗？听得懂。你们愿意学基督除了奴仆的形象，谦卑自己，学习服侍吗？
恁检的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学习甲正会众、甲正肢体来相结连，锻炼同心合一的侍奉，今后要安尼做。恁检要顺服小会的官兵，代表桃园教会用好的款式来见证福音，要安尼做也无。咱做来领受使命，咱来听主耶稣吩咐大使命，互伊的学生安尼讲，咱做来读，请。甲因洗礼，互因归伫爸囝信心的名，假使因遵守我所互恁一切的命令，就会记得我甲恁同在，直到今世的结束。即点咱要来祝福遮的福音队的成员，咱请咱的长老出来到头前。咱来为着因来祈祷，嘛请咱会众请起立。今仔日这个青少年要代表咱桃园教会出去传福音，伊嘛需要咱的支持，需要咱的代祷，咱的祝福。只是咱做伙开声，为着这个青少年来祝福祈祷，请。所精选、所找、所需要的这个青少年，主上的全体把你的一边的身躯顶，主上的你的青少年，你是我的主啊，特别是家主。最后，咱做用主所教示咱的祈祷文，做来祈祷，请。我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领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灵亲像伫天灵。我的历史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甲信息的相通，甲咱每一位福音队的成员送到地底。好，也请恁向后转，嘛请咱的小学员甲因握手来甲因祝福。头高高低低的。好，这是个跑声，感谢。然后雨桐看到我要你来翕相，感觉真奇怪吼。人我嘛会地去呢，安尼甲我排挤。哇！因人走去，我头仔袂记咧抢因的名。好，我这补抢。头过咱有看到的是即个以嘉、应璇、微笑即个香怡、允约、明伟洪斌、俊祥、何谦，这拢是咱今年即个福音队的这个成员。希望咱有时间就过去带因关心，嘛继续带因带导。好，以上。奉献，咱请简诚执事、黄传俊执事来书献。
请起立，咱来唱奉献诗。报告，进前，咱先来读今仔的金句。掀开周报后面，我读一遍，请会众读2遍。着活动新暗前对学生讲，看见恁所看见的，遐个目睭有福气。路加福音10章23节，请。看见恁所看见的，遐个目睭有福气。路加福音10章23节。着活动新暗前甲对学生讲，看见恁所看见的，遐个有福气。路加福音10章23节。请掀开周报第1页，下周事工分配人数。第2页甲第3页周间各团契甲小组集会时间、内容、地点，请家己来看。掀开第4页，顶周奉献明细，若有重大的，请向办公室来更正。掀开第5页消息报告。第6页庆祝父亲节活动，欢迎爸爸做伙来欢喜庆祝。愿主祝福所有的爸爸。好，咱教会的兄弟，你若有结婚有生囝，请起立。好啦，请咱在场的父亲请起立。咱即时来举行即个父亲节的即个庆祝。教会一只有准备一寡淡薄的礼物正做即个庆祝。后壁子母室哦，子母室。咱在场每一位爸爸都起立，咱都一摆呼声，来因感谢。
咱做伙来祈祷。哦，来，吴光兄。好，咱爸爸请坐。我讲过，莫调工摕起来，好无？好，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在你的创造下面，不管查甫也是查某，拢有主上帝你的形象伫阮的身躯顶。当今仔日，阮一只来庆祝父亲节。主啊，你互阮查甫人一家庭内底扮演父亲的即个角色，就亲像代表主上帝你的威严、你的规矩相共款。不过上时嘛带着主上帝你的怜悯、温慈甲疼痛。愿主上帝互阮每一个查甫人一家庭内底，会当照主上帝你的话来建立即个基督化的家庭，倒来做即个囝儿的好款式、好的见证，通来看。也愿主上帝，你特别会当眷顾阮教会的遮的兄弟，因为着家庭、为着教会的事工，常常伫外口来付出，一只来拍拼。愿主你特别加添因智慧、精神甲体力，逐种的恩典伫因的身躯顶，会当互因成做家庭、成做教会的帮赞。特别教会要长大，是对阮的家庭来做起，所以恳求主上帝你的祝福，特别对阮的家庭来开始。愿安尼向你祈祷、恳求、仰望，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中会新派人张泽义传道就任事，请为教会牧养服侍，同齐大道关心。8月份值州长老李文贵、技术老泰山甲黄传俊，下主日8月份生日名单，请咱家己来看。下昼点半会议室召开8月份定期这是下主日下昼点半701教室8月份定期长执会，请长职出席参加。教会消息：2018年同教会福音队要参加绿色生活省中营，明细咱家己来看。欢迎中职同工做伙关心福音队的事工。第7页，社区在地教室招生第1期弱化班9月初4起，明细咱家己来看。8月25配合平安7月节活动，青年礼拜改参加平安7月节音乐会。教界消息：2018年德中妇女灵修旅游活动，有要参加的，请赶紧报名。报名今仔日早止。上演圣诗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
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愿三位体上帝你的神常常帮助阮，珍惜阮属灵的身份，看重阮所负担的事工，照阮的好行为、好的见证，常常荣耀主上帝你的名，对这点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祝歌，请坐。祝歌，愿主仁爱甲你同在。请坐。第个殿乐默祷。咱来行平安礼，请兄弟起立，向你前后的兄弟握手，请安问好。我觉得他是我的超人，因为在我小时候，他伴着好笑、风趣、很乐观的人，像是什么样的形象呢？对你很好，最终的形象是怎样的形象呢？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形容词？就是我听得好伤心哦，这边。在2的时候到你出去吃行李，1万多吗？送我礼物。买礼物给我开心。买礼物，然后让你逗你开心。你都做过什么事情让你特别感动？有很多事情，是不是都很感动？那买我喜欢的东西。买你喜欢的东西给你。好，那每天在我上学，他教我数
爸，我爱你。谢谢。祝你父亲节快乐。爸爸，父亲节快乐！虽然你平常很烦，就很烦，但还是很感谢你那么帮助我，然后就爱你哦。爸爸，谢谢你，谢谢你这多年的工作的辛苦，为我们赚钱养家。祝你身体健康，父亲节快乐哦！还有记得中药要吃，然后不要生气，不然血管会大爆炸。然后爸爸，你有没有东西？你看是这个哎，哇！